大家好，又係我布丁啊！今日帶你哋嚟到柏傲莊3期睇一個4房1套1022尺望內園景觀嘅單位。呢邊個飯廳會比較長身啲，大過個客廳少少嘅。但係個客廳都唔輸蝕㗎，擺張3人嘅梳化，前面擺部電視機。等住仔豪帶你睇埋啲房啦。再嚟就由我住宅豪帶大家去睇埋呢個單位嘅睡房部分。咁呢個單位總共有4間睡房啦，咁有一間主人套房，其餘3間都係客房嚟嘅。呢3間客房有咩特別呢？就係佢全部都係間隔牆，老闆你可以喺呢個1022尺嘅空間入邊去 tailor make 屬於自己嘅房間空間啦。再入到嚟就梗係睇埋呢一個主人套房最靚嘅部分啦。咁呢個主人套房簡簡單單，呢度可以擺張雙人床，然後做翻呢個3邊落床啦。而呢邊都會有套廁嘅。而套廁入邊亦都會有埋浴缸，而且柏傲莊3期都承接咗1、2期嘅優良傳統，會有埋呢一個3合1嘅洗衫板啦、晾衫架啦，係啊，同埋洗衣機都會喺埋下邊嘅，咁就都係老樣子，一次過幫你搞掂晒洗衫嘅需求啊！廚房嘅部分一樣都係長方形嘅。照舊都會有翻 Miele 嘅廚具啦，有3個明火爐、蒸焗爐同埋紅酒櫃。另外呢度可以做個工作台，煮完啲餸一樣都可以放呢度啊。望埋個姐姐房啦，呢個姐姐房相當之闊落啊。出埋嚟睇埋個廳先。呢個雖然係一個內園景啊，但係佢其他嚟緊3期將會買嘅細單位都係向翻呢一個景觀嘅。如果你都留意緊柏傲莊3期，或者嚟緊對柏傲莊3期有興趣嘅話，就快啲叫布丁幫你排隊啦！